跟住落嚟呢，我哋就有梁國雄議員。係主席，袁司長咧就冇答到毓民興嗰個就係話，即係法改會嘅建議有幾多咧係即係搞唔掂，不獲嘅意思即係唔得啦，不果啦。咁但係法改會嘅建議如果得咗手咧，又無疾而終嘅有幾多？嗱，呢個當然個數據非常之重要啦。因為法改會係你哋政府委任去改革法律㗎嘛，哥。如果你委任嗰個機構喺第一個情形之下，佢講嘅嘢你都唔聽，咁梗有原因㗎。或者係你聽咗啦，都做唔到，又有個原因。咁所以即係你應該係有一個數字同埋大約嘅情況俾我哋。第二個呢，就係關於檔案法同埋資訊公開嘅問題。嗱，我就唔理你哋。即係點樣去分啦？即係你話言人人殊，即係一個就話要咁，一個話要咁。我就冇乜興趣理嘅。咁個問題你幾時做到出嚟啊嘛？嗱，咁其實即係我就覺得我唔係好同意司長嘅講法嘅。其實作為一個政府嚟講咧，如果要公開同埋透明問責咧，呢個資訊嘅公開同埋檔案點樣處理，係俾人問責嘅基礎嚟嘅。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梁振英佢可能報咗一啲資料係俾咗你哋嘅，即係舉個例啊，佢喺呢個而家擁有一間英屬處女島嗰間公司，到底嘅業務係乜嘢？嗱，我問過好多次啊，佢話唔答。如果有呢條例嘅時候咧，如果佢真係佢自己要留一個記錄嘅話呢，我就可以循呢一個資訊公開或者檔案問佢係咪係入歸咗黨，歸咗黨喺邊度，係咪邊個持有，邊個局管有，亦都可以用資訊公開嘅原則咧就問咗出嚟，就無需呢，就喺立法會好似挨契弟咁挨佢嘅。我覺得就真係好笑嘅，主席，3月25號當選特首。本席就問咗佢3次，你間英屬處女島間公司嘅業務性質點啊？可唔可以話俾香港人聽？我得一個嘢，佢自己創立嘅資訊公開法同埋檔案法就係、各位放心，我做嘅生意唔會係同香港有關嘅。呢個咩態度？咁如果有嘅時候，我就唔使求佢啦嘛。呢個真係一個咁好嘅例，到今日而家已經差唔多7-1。即係佢上任1年啦，唔係話當選1年都搞唔掂，所以呢個司長，其實我係絕對唔同意我哋同事，呢個唔係法律改革委員會嘅問題，係你哋要去秉行履行嘅一個即係憲制嘅責任嚟嘅。咁你做呢個司長，咁你到底你有冇個計劃係催促呢個法律改革委員會或者踢開佢唔使啦，我哋自己搞？你明唔明啊？根本就唔需要法律委員會話俾你聽，喂，唔妥啊，係咪？嗱，老實講，我已經準備咗咧寫個私人草案，你下次就可能即係過咗暑假就可能要睇㗎啦。抄啫嘛，有乜難啊？喺網嗰度或者喺大陸嗰啲書嗰度抄啫嘛。大陸都係咁抄啦，大陸啲法律好完備啊，而家係咁抄。阿哥有乜難啊？我哋請司長答下好冇？我覺得真係好哽耳啊！即係你自己應該接受問責嘅嘢，你用法律令到佢可以實行，咁你都仲要推翻去法律改革委員會嗰度，係咪啊？好，司長。係多謝主席，多謝阿梁議員嗰個問題。首先數字嗰度呢，我諗其實可以答梁議員嗰個問題，或者甚至乎可以補答翻頭先阿黃議員嗰個問題。其實我哋響提交俾今次嘅討論裏邊嗰個文件個表呢，其實已經有晒呢啲嘅數字㗎啦。邊一次邊一份文件我哋係有落實，邊一個係冇落實，或者點解我哋其實係有㗎啦。譬如話呢，我可以舉一個例，就係有一個係我哋向立法會提交，咁但係因為呢係法案委員會同埋大律師公會提出反對呢，而係冇呢係做到而引致失效嘅。嗰個呢就係點樣去用一啲嘅材料作為法律解釋嗰個嘅情況呢，我哋喺文件裏邊都講過，就係話因為當其時大律師公會認為呢係需要呢
係考慮英國同香港嗰個憲制嘅情況唔同，因此呢係希望喺97之後呢係再等一段時間嘅。咁其他邊啲係幾時政府冇接納呢？喺個附表裏邊呢係亦都已經有㗎啦。咁就第二方面呢，梁議員所講就話梁特首方面嗰個問題，嗰個我覺得呢其實唔係一個法律改革嘅問題，係另外一個嘅問題，所以我喺呢一方面呢唔詳細去評論啦。咁但係跟進翻梁議員嘅話其實唔需要呢一個法律改革委員會啦。咁呢一個我諗我就唔可以認同，因為其實睇翻其他普通法嘅國家呢，差唔多每一個呢都有類似嘅組織，只不過係嗰個架構同埋個模式呢係唔同。同埋話點解要咁耐呢？可以話提交呢個私人草案，可以抄其他嘅地方嘅法例。其實呢，呢個正正就係點解我哋要一啲專業同埋社會上邊唔同嘅人士呢嚟到去就呢一方面嘅問題作出研究，因為我哋冇可能呢係搬字過紙呢係抄外國任何一個國家嘅法例呢，都唔可能呢係喺香港完全呢係適用嘅。就算係以前呢係我哋成日係用呢個英國嘅法例作為一個基礎呢，我哋都要考慮英國同香港嗰個情況有咩分別。就呢一個檔案法同埋呢一個公開資料公開呢一方面呢，其實唔同嘅國家確實係有幾唔同嘅處理方法，咁所以絕對係冇可能要求法改會或者係政府其他一個機構就咁揾一個出嚟抄，呢個係絕對冇可能嘅嚇。